哎呀，我11月28號中風嚟到那打所幾個月啦，腦出血啦，左邊大概有4個幾月就出院啦。關愛隊嗰啲英姐咧，經常啊，因為同呢個村咧，經常佢真係好人嚟嘅，好關心我哋兩公婆啊，真係好多謝個關愛座。阿謝伯伯咧同埋謝太太咧都係90歲同88歲啦，都係一個雙老嘅個案嚟嘅。咁啊近排咧，阿謝伯伯咧就因為咧腦咧就輕微中風，咁所以變咗咧就覺得咧就照顧起阿謝太太嘅時間咧就比較吃力。咁亦都係阿謝伯伯咧就長期咧都即係缺乏家庭嘅支援啦。咁所以佢都想多啲外界嘅支援，所以就可以我哋關愛隊啦，亦都可以幫到佢手啦。其實咧，雙老家庭咧都唔知道自己有啲咩需求嘅，咁亦都唔知道咧有啲咩社區資源咧可以幫到佢哋嘅，咁所以咧亦都唔會好積極咁樣咧尋求外界嘅協助嘅喎，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啲公公婆婆咧最需要咧社區上邊咧有唔同嘅團體啦，例如關愛隊啦，可以早啲接觸佢哋，同埋定期探訪佢哋，睇下有啲咩更新啊，有啲咩轉介啊，咁啊得到適切嘅支援服務啦，協助佢哋咧處理佢哋生活所需嘅。哎呀，幫助好多啦！有時忘記咗，因為啱啱狀況啱啱出現咧，手可以揸住嘅方便啲，大小便廁所啊好方便，好關心我哋兩公婆啊！我哋揾到謝伯同埋謝太之後咧，感受到呢個計劃好重要，因為關愛隊可以更加容易識別到長者嘅需要，轉介到相關社福機構同埋提供支援服務。我哋有咩需要同英姐講咯，佢即刻去做咯。哎呀，家風也好啊，家風我嗱咧開門咧，伊教我打照顧啊，阿婆啲姐姐咩，阿婆啲好得意咧。好滿足啦，佢樣都做到十足啦。有撞到人哋問我一定推介關愛座。計劃就係委託關愛隊，透過探訪同埋接觸一啲獨老啦、雙老、護老者、殘疾人士照顧者，而我哋關愛隊亦都協助轉介安裝平安鐘啦，同埋轉介去長者鄰舍中心嘅。好安心，冇咩要求個平安鐘啲人，但係佢哋負責人有打電話嚟問，經常有打電話嚟。你哋兩個冇點啊咁樣，我話冇事啊。雖然知道地區裏邊咧好多獨老、雙老、長者家庭啦，但係關愛隊未有呢個計劃之前咧，我哋都唔能夠咧好有系統咁樣掌握社會福利服務資訊、轉介個案嘅流程同埋平安鐘嘅申請咁樣嘅。咁啊，呢日咪介紹喺服務中心上運啊接手咯，咁樣到而家咯。至於呢個試點計劃點樣提升嗰個關顧嘅成效咧，就係透過整合房委會同埋社署嘅數據，識別較缺乏社區支援嘅高風險護老者、殘疾人士照顧者同埋獨老、雙老住戶。我哋關愛隊進行探訪，為一啲高風險但係未有接受社會服務支援嘅群組建立社區支援網。試點計劃已經喺今年7月中喺觀塘同埋沙田兩區開展咗啦，而9月咧亦都擴展到全香港各區嘅。